大家好，歡迎返嚟莊山頻道。今日同大家講下鼎爺李家鼎同大仔李永漢嘅家庭糾紛。呢單嘢真係成為全城焦點熱話。近日仲有鼎爺公開咗段錄音流出，裏面李永漢自爆高中都未畢業，就算去做 sales 都冇人請，聽落好似好慘。但根據公開資料睇，佢嘅學歷同背景其實有啲複雜同矛盾，值得我哋慢慢拆解。首先，資料顯示李永漢同細媽李永豪細個時候讀過喇沙小學，之後轉聖保羅書院，呢啲都係香港名校。思明同李家鼎係1994年離婚，當時孖仔14歲，大概讀緊中二中三。之後思明帶住兩個仔離開香港去美國生活，大約5年之後，即係1999年左右，三母子又一齊返香港，入住九龍塘咸碧別墅組屋。喺美國嗰段時間，李永漢曾經自稱獲得美國西點軍校取錄，話要做教官訓練，但因為媽咪思明強烈反對，最終冇去讀。之後佢又提到讀過一間 community college， 即社群學院，通常高中畢業生先入到去讀，咁即係講佢喺美國應該已經完成高中教育，先有機會入 community college 啦。但而家佢喺錄音講高中未畢業，可能係指喺香港聖保羅書院冇完成中學畢業，呢點確實係事實，因為14歲就走咗人。但如果佢喺美國真係高中畢業，又讀 community college， 點解又話自己完全冇學歷呢？或者佢覺得香港唔承認美國 community college 嘅資格，等於讀咗都冇用？呢個學歷羅生門真係令人摸不着頭腦。好多網民都話前後矛盾，值得再深挖。再講到佢話去做 sales 都冇人請，我真係有啲懷疑。香港嘅保險、地產行業對學歷要求唔算太高，好多中五未畢業都可以入行做 sales， 只要有心有力，講得順口，通常都有機會。佢童星出身，做過 TVB， 咁多人識，又有聖保羅背景，就算冇大學文憑，都唔應該會冇人請嘅。可能係佢自己對自己信心不足，又或者真係遇過啲挫折，但係聽落有啲誇張咗。總之呢單家庭糾紛唔單止錢嘅問題，仲牽涉學歷爭議，兄弟反目。鼎爺公開錄音只係冰山一角，大家覺得李永漢講法合唔合理？歡迎喺下面留言討論，我哋下次再跟進最新進展。多謝收睇，拜拜。